嗨，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Kenny 闹星球》。那仍然呢，在这一集里面，我们请到陈立焕来跟大家一起聊聊。我们上一集聊了，就是基本上你在过去篮球这条路嘛，对不对，立焕？所以呢，在这一集里面呢，我们要多聊一点现在你在工程师待的状况怎么样？那因为呢，这个依照惯例啊，我们来的特别来宾，我都会让他们多问我几个问题。那我知道碍于辈分，而且碍于现在我们之间的没错，我们之间的关系啊，我们的关系，我要怎么问你呢？随便你问啊，随便你问女朋友也可以啊。没有，问女朋友等你介绍啊，没有这个，所以呢，这个既然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先拿出网路里面的一些大家在想问我们球队的一些问题来开头好了。大家都有点这个想了解，就说因为我们球队很新嘛，对不对？我们球队第一年刚成立，我们不像很多球队就是有很多历史的背景，有很多这个球队过去的一些组成里面的各式各样的经验，我们完全是没有，从零开始，没错。所以呢，我们今天找了一个很年轻的总教练，就是冠伦。大家也许很想了解到，就说以你球员的角度来看，冠伦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教练？其实我觉得伦哥他比较像是一个哥哥，对，他在带兵上也比较像是一个就是哥哥在带弟弟的感觉，然后包括他是一个中华队的前辈，他是一个打过很久球的一个学长，对，他在把他的想法跟经验传承给后辈，对，当然网络上一堆人讲一些，比如说怎么样，可是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有开始的时候，对，这是一定的，对。我记得我不知道 Kenny 哥记不记得，当初 Kenny 哥你打给我们在聊的时候，我前3个丢出来问你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教练是谁？对，Kenny 哥也还记得，对，因为其实说真的，对球员来说，当然你会想说，我要跟一个什么样的教练相处？是。那我觉得冠伦哥他是一个，他很努力在进步。我觉得这一点上一定有，我只能说网络上这么多人在看，他们也有这么多话，一定有。当然，伦哥一定有他比较就是刚起步的这个部分，那是一定有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做球员呢，就是我们努力执行，努力去支持。那我们也有我们的不足啊，球员也有很多的不足，是对。所以我觉得这东西都是互相。那我觉得至少伦哥他传递一个精神，就是希望比较像大家比较像家庭，比较温暖的感觉。对，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像兄弟一样，然后我们去一起扶持这样子。的确啊，因为呢，在这个地方我也必须要跟立焕还有各位这个镜头前面还有我们 podcast 的朋友们稍微报告一下，就是以我的角度来看啊，因为我们刚刚开头我讲了嘛，我们球队是全新的，对，没有包袱，没有包袱的好处就是我们做什么都可以，对。可是没有包袱，相对的也是没有合作的经验，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四面八方找来了14个球员，那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过去，他们各自所表现出来的数据，他们各自可能也有一些历史的背景，或者自己也许有一些光环，可是呢，身为一个总教练，你要把这些人全部放在一起，他们的化学作用不一定会起得来。对，所以很多人说，哇，那个调度是神调度啊，怎么搞的？这个时候就用这个人，那个人说，因为啊，大家要了解，就是每一个人可能在过去，在某一个场合、每个时间点呢，他们可能都有不同的表现过。你可能会在一个紧要关头说，啊，这个时候怎么会放这个人上去呢？因为他可能在过去这个时间点有过很好的表现过，对，也许他是一个射手，对，那他可能哇，这以前蹦3、4个疯狂起来进个3分球，对，那教练有这样子的记忆或这样子的经验，这是有 data 的，对，看过这个人做过这些事情，没错。那所以呢，在球季刚开始的前半段的时候，多多少少你也必须要把每一天来练球的人，对，每一天。因为大家看不到这一段，对，每一天在练球，大家真的都很努力。对，其实我觉得 Kenny 哥讲到一个很重点，就是在用人上，其实我觉得教练还是有他的哲学在。毕竟，其实球迷们看不到的是每个礼拜所有球员付出的努力，是你也看不到他们在练球的状况好还是不好。没错，对，所以就是这样。就是比如说这个礼拜，其实每个球员一定会有起伏。对，我拿我个人来说好了，我
2个赛季前，或者我去年算停赛嘛，对，我去年算停赛，我2个赛季前的状况跟现在的状况是有很大的不同。对，然后不管在各方面，也许我的2分的状况是好的，可是我3分状况是比较差的。对，所以每个人的状况一定会有一个差别在。对，所以我觉得，因为每个礼拜你把期限缩得更小，就是每个礼拜每个球员状况也不同。是，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必须要解释，就是说，大家看到是一个结果，对，可是过程大家没有看到。对，有的时候这个人为什么这个时间很上？也许他在练球，这个礼拜准得不得了，准到不行。对，那一上去以后，那个抗衡度一出现，他可能又没有办法表现。没错。那所以经过一个上半球季的磨合，我相信呢，这个教练的调度慢慢就会有要收尾的时候了。对，就说可能能帮球队赢球，在过去半年的一个10场比赛的一些经验，会越来越浓缩。没错。那浓缩的结果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一个结果必须要付出的一个等于赢球的结果。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有些事情，我个人啊，我个人从来不会去撇清责任或什么，但我必须替教练团说一句话，就是有一些事情事实上来说，比如说，我们杨将上场打的时候，其实说真的，有些那个时候他可能身体都还没有准备好，是之类的，对，所以是有时候有一点非战之罪啦。我觉得可能网上很多声音在攻击，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也真的蛮难的。对，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再次的声明，就是说，我们签洋将合约签下来的时候是9月份哦。对。可是因为要办工作证、要办入境这些等等的手续，居然花了3个月才下来。疫情嘛，没有。就是别队也许已经有这方面的经验，或者是他们有比较熟悉的合作的管道门路，他们可能1个月就进来了。可是他们的签约的时间点跟我们有的还在后面，可是他比我们都先进来。那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在他检疫完了以后，然后做了14天的检疫，然后呢再出来7天，然后再开始训练的时候，球季差不多已经要开始了。所以我们有的球员呢，就是可能在体力的调整没有这么的好，所以前半段洋将的对战的确是吃了一些。没错，比如说像塔比到下半季，现在已经完全的能够展现他的能力。对，不管说攻防两端啊。对。那可是其实说真的，他刚开始上场的时候，他才练3天，就打他的第1场比赛了。对，隔离了14天，练了3、4天，就要打第1场比赛。我是觉得这真的是不管对教练团、对他自己、对所有的本土球员跟他的配合，我觉得都是考验。对，我觉得真的都是考验。可是因为我们是新成军的球队，可能就是在这个10成的这个经验上，真的是不如其他队那么丰富啊。对啊，所以真的蛮辛苦。我是觉得，也是觉得，对啊，还是要客观一点。对，所以我问你了第一个问题，好了，现在换你了，我给你问这个问题。天力哥，你觉得我要问你什么？你有什么想法？尽量问，尽量问。那除了你可以被加薪这件事情，不是我问 Kenny 哥说，为什么找我加入工程师好了？对啊，因为其实我自己很喜欢打德州扑克，然后常常找不到第4卡。啊，这个一听就知道是干话，一听就知道是干话。那个，其实你要知道，成立新球队嘛，对不对？那其实，在市面上要找到称职的球员，然后符合我们球团的方向，对，然后要有像你正好就是新主人，对。也有地理上面的一个合作的机会，对。那所以各方面来看，我当时的考量就是说你非常符合我们球队的需求，对。尽管有了一些负面的新闻，你知道我自己不打麻将，也不玩扑克牌，不过我也希望我们队有一些颜色，你知道这个颜色不一定是要最乖的，丰富一下色彩，丰富一下色彩，然后呢？这个又不是一个我认为就说无法饶恕的一个问题。那基本上呢，球队还是需要有一些真正的 leader，OK， 要有 leaders。对。那
我觉得立焕你在过去的不管是攻守两端的这种表现出来的成绩，然后等等，都是符合这个需求的。对，那另外呢，其实选择也不多，所以我选择很多。OK， 我很多其实网络上有很多的批评跟指教，我其实都心领了，因为我自己认为我们 assemble 的这个球队是绝对具有竞争力的。那只是呢，有这么多来自于四面八方的人，我们可能是囊括了5-6支球队不同的人才，然后突然在同一个地方出现，然后让他们全部聚集在一起，要有共同的目标，打一个比赛。对，然后只在3个4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对，其实我自己个人的看法也是这样，我觉得因为当时成军是蛮仓促的，对，然后我们的 recruiting 可能就是我们在组成上，可能 Kenny 哥就会比较伤脑筋，是，对啊，然后自由球员怎么寻找，对吧？你还记得我们刚成军的前面的这几场友谊赛吗？我们跟几个 UBA 的学校打，像师大、台科大、对，台艺大，对，然后，好像也打得很辛苦，对。然后接下来呢，跟了一些 SBL 的球队友谊赛，对，那还有跟这个师大运的球队，那些结果打完了以后，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打例行赛，每一场人都不一样，这样子，对啊。然后结果我们也没有打得很好，所以，可是我说真的，慢慢的你会看到比较靠近，大概到11月的时候，我们的球队真的有点开始成型，对。那也是大家迁移到了新竹以后，我们有一个更明确的方向，然后把这个根就是留在了新竹这个地方，没错，专注度也开始提升了，对，那慢慢的这个球队才会有成长的可能，对，因为如果有一棵树来比喻我们球队的话，我们才刚刚把种子放下去，然后埋好土、施肥、浇水而已，才发出一个小小的芽。对，那如果大家认为说这样子小小的一个芽可以撑住所有人的期待的话，我觉得以现阶段看起来是比较辛苦一点。没错，我觉得，因为球队成长也很快，对，所以大家对我们的期待很高。是，对。那我觉得有压力，球员就有压力是一定有的。那管理层、教练团，我压力就很大，所以我们压力还好啦，没事的，所以大家就找你来承受压力而已。对啊，绝对。那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找你来了吗？绝对是不会把这个责任抛给别人。OK， 好，那立焕就是你知道，在我们球队嘛，其实刚加入这球队，可能有一些人你从来没有当过队友。对。那你觉得来到工程师队以后，这些小朋友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笑的？因为我常常在网络上，在我们自己的群组里面看到去阿鲁巴人家学弟，我心里也觉得紧张，有点弄出了毛病怎么办？为什么我们球队还要玩这种幼稚的游戏啊？因为阿鲁巴是一个传统，阿鲁巴是一个，当我们有些学弟比较不服管教的时候，必须要让他知道谁是老大，这样子。是，对，所以有没有一些事情呢？就是你觉得无伤大雅，可以端上台面，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些的东西？就是我可以，其实就好笑的啦。我们球队可能迟到要请饮料啊，这样子。对，然后还要请吃饭，然后如果你没到要请吃饭嘛，这是其实很多球队都一样。那我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个比较好玩的，大家想要知道我们球队的迟到王是谁的话，我们球队迟到王就是你们最爱的高国豪。对，没错，那就是常时不时就给你小小的这个睡过头一下。没错，有的高国豪周边饮料店都生意。我们业绩都提升至少5%吧。我们有一阵子喝他的饮料，都喝到每个人的那个体脂肪有点稍微飙升。后来大家都决定订无糖的。当然，如果有一天高国豪到那个手摇茶店变成股东的话，大家不要意外。没错，我买茶买太多了。我是觉得他应该都快要可以自己开一家投资一间了，干脆这样比较干脆一点。对，除了自己要请客之外，搞不好也可以赚一些队友的钱。没错。所以好，那又换你了，又换我了啊，又换你了。我想了解说，就是 Kenny 哥，你在当经理啊，对啊，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啊，或是？当然有啊，就是
因为这是Ken哥第一次接一个球队的经理，对不对？对，因为我之前反正就是除了转播之外，我也在品牌公司做过管理嘛。对，那我也自己做过就是人力中介公司的这个老板。那还有一些我办的蛮多的一些活动，其中包括邀请这种 NBA 的传奇球员来台湾。那可是组织一个球队，我认为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对，那可是这些问题也并不是说难到就是会让你觉得哇每天睡不着觉。只有打不好的时候会让你睡不着觉，你只会在那边想为什么。那可是呢，就说，这件事情其实就跟小时候你打篮球一样的道理。你每天回家，你可能累的腿都抬不起来，可是你隔天还是义无反顾的爬起来，就是去投篮了。对，那坐我这个位置，就是，你也会觉得哇，很懊恼，很烦，然后很累，每天睡不着觉。可是第二天爬起来，你就继续爬进你的办公室，然后开始做你该做的事情。那这个就是我认为你对每个运动你要有的热忱吧。对。那当你有这样子的热忱的时候，其他的事情其实都变得很简单。没错，这是一个，对，我相信就是我觉得Ken哥讲的很对，就是一个热忱，对啊，没错，就是你真的很投入，对。那另外呢，就是以前我在做媒体嘛，我就是担任第三人的角色。现在我是里面的一个成员。对，所以很多的问题跟需要答复的时候，我不是那个去讲别人讲了什么，而是我自己必须要讲什么。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今年来看，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毕竟呢，就像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就是我们的球队很多东西还没有到位，很多事情没有准备好。没错。那如果大家认为说啊，你们为什么没有准备好？因为抱歉，球队成立没有半年。有半年了，差不多了，快要半年了，快半年。所以对于一个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单位，的确，如果以这个一件事情用直接的 timeline 来看的话，我们可能从这边到这边，我们大概在这边吧。对，所以这个未来一定会有更好的东西。那我相信我们在未来也会有更多的讯息跟大家来分享。譬如说比较快速可能会发生的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训练中心，对，以及 Lioneers 的活动中心，对，我们将有自己的宿舍、训练的场馆，然后等等这样子的一些设备，也会在竹北跟大家见面。对，其实球队真的是还蛮，这我看过球队真的是蛮认真在弄球，在经营啊。是因为我们把这个当做一个真正的事业，我们希望台湾的篮球可以就是走向每一件事情都是以最专业的方式来看待。那也希望就说这样子的行为可以抛砖引玉，让所有的球团都可以跟我们的一起来把台湾的环境做得更好更大。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方向嘛。那所以做这件事情的困难就是每天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过也是应该也不算是问题啦，解决这方面的就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那才会让我们可以越做越好。那在过程当中，也许做的让大家没有满意的地方，我认为这个是我们不能一直要求人家对我们的包容，而是我们可能就要鞭策自己，赶快把这件事情来完成，对，来做到一个大家期待值。那这样子可能才会减低网民的期待你永远都跟不上。没有，我开玩笑的啊。然后可能说不定我们做到不错。譬如说我假如啦，有一天工程师打了台湾冠军，那网民就会说你怎么不去打 NBA？ 你怎么不去怎么不带队去打看 NBA 之类的啦？对啦，因为我看了很多对于这种像 LeBron James he suck， 你知道真的 OK 好吧，人 LeBron 都不行的话，那我们是，而且我最近读到一个文章说 Stephen Curry 今年赛季不是已经打出了生涯好像是类似什么生涯的最佳表现，就是比他往年的表现都还要更好。对，结果据说他网络上酸他的那个比率是历年就是所有球员里面最高，因为战绩不好。
所有球员里面最高的，因为战绩不好。对，所以我认为啦，就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跟自己的观点啦。那我们只能尽量做好我们自己，然后来符合也许社会大众对我们的这个要求或需求。因为其实我觉得有人酸你，就是也代表有人关注你。也是有人喜欢你，这个有点像我小孩一样，说不定啊，有人关心我，然后有给我生活费，哇，真的好关心我，关心的我好难过。OK， 好吧，那时间不多了，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你知道大家现在都知道嘛？就是说我们现在把 Juju 找回来了，来做训练教练。那你觉得他在我们球队要扮演这个角色，要慢慢的给我们一些比较年轻的球员上课？对。那你觉得这个角色的扮演，你会有什么样子的期待，或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结果？Juju 的能力，我相信他的动作大家都看得到。那我讲 Juju 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他赛前在帮我剪投篮，就是在帮我剪投篮，因为我这个人不会去甩锅什么的，我这一季到目前为止的外线状况是真的不好，对我自己知道，所以你有没有比较？外线状况真的不好，所以但 Juju 在帮我剪投篮的时候，他就有不断的跟我讲说，因为他说比如说他跟我分享，他说他感觉我在有力的时候，我投篮是完全没问题的，是可以很精准的把球投进。比如说在上半场，我经常在上半场可以投进很多个球，但是到了下半场，他就说，当我脚没力的时候，他说因为我如果没有办法。我的手没有留在那边的话，他觉得就会一直是短球，就会一直短。所以他就在帮我剪投篮的时候，他就直接的在提醒我说，叫我尽量希望我把 follow through， 对，把手留在那边，把手留在那边。那他就是一直在提醒我这件事。我觉得他一定，你说有没有用好了？我觉得因为每一个人能够接受别人意见的程度不一样，这是一定的，或者是能够吸收的能力也不一样，或是自我调整的速度也不一样。对，所以你可以看嘛。这个就是吸收好，对，跟吸收更消耗多，但至少他会提出他的看法，然后他会去跟你讲。那我觉得球员嘛，年轻球员，不管年轻球员还是我们这种中生代，就是比较可能你偏年长的球员，吸不吸收得进去就要看个人，你愿不愿意去听，愿不愿意去改变。对啊，那对吧？我个人是一定是会花很多，因为我一直花很多时间在寻找，那所以。他能跟我讲，我就听，然后我就去慢慢去摸索。那我觉得年轻球员能够从这一块去成长，我觉得一定会非常好。是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 ，Juju 在国外呢来打球之前，自己是在北卡这个地方自己有一个篮球的训练营，他自己有一些线上训练的课程，所以呢，这个我相信啊，在不久的未来，我们一些比较年轻的锋线的球员或甚至后卫，都会借着跟 Juju 的训练开始慢慢提升自己。因为我相信他。办过训练营，然后带过这么多球员，他又跟这么多专业球员训练过，他一定可以有很好的一些想法去帮助球员。所以呢，除了要支持我们球队跟力焕之外呢，也继续锁定我们 Kenny 闹星球的节目。那30分钟今天很快就过去了，所以我们下次节目再见。OK， 拜拜。